尿失禁啊？一天到晚是尿在裤子上啊？对，有一泡一泡小便吗？没有。自己不用上厕所？对，你是说24小时365天都这样的？都这样。昨天我挂的是神经外，是这。脊髓栓系啊，神经外科不能做手术，对吧？对。你之前有什么手术史吗？哦，以前做过一个脚的那个椎骨手术。你把外骨脱了。走路呢？你走2步我看看。这个不行。就做过这个手术啊？还做过手术吗？其他没做过。你上床吧。屁股的样子也不对啊。现在是发育不良。大便怎么样？排不干净。排不干净。我摸一下屁股来。好，真拉不干净。穿好吧，好了。这蛮复杂的嘛。你连大小便都拉不出来的是吧？对。你这个根本的病啊，估计还是你这个脊梁骨啊里面的神经没有发育好，知道吧？就是你走路啊，还有大小便啊，都有问题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治疗方面就是神经外科，那么就是他们先做治疗，啊，这个可能是治根的。但是他现在写得很清楚，他认为没有办法去做手术，没有办法治疗。那么我们只能就是说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实际上你可能并不是尿失禁，而是你是排不出尿，啊，但是它的膀胱容量有限，装到一定程度装不下了以后的话呢，它自己流出来。它流出来的，知道吧？实际上它是排不出。门诊看几分钟，可能我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。这个我要把你收到病房去检查的。